已经争取超过20档的滨南快速公路有新的进度。伫2月初4第一阶段的环境影响评估通过了，即马开始第2阶段的作业。公路局嘛伫初4到初6这3天，要伫车城、枋寮、佮有潮州办4场的电风说明会。那第2阶段的宽屏真顺利，通车的时间有机会当提前1-2天。 争取超过20年的滨南快速道路第一阶段宽屏，伫初4通过啊。公路局同时间举办4场地方说明会，初6尾场伫枋寮，未少乡亲到场关心。除了关心快速道路的终点，敢有要进入恒春以外，嘛烦恼讲规划路线，若经过太阳能的核电厂，会阁对环境造成冲击。要做，就是真正爱有心要做。我即马要问伊的，就是伊画的路线，若有经过太阳能，伊要安怎处理？这点是大问题啊！唔好时到你甲阮讲，啊，因为有太阳能厂，所以阮这路无法度开。安尼这唔是咧装笑的，你就是来骗人的尔嘛。就是年假或是过年的时候啊，他那个我们要过马路的时间都是太长了，车子太多了，然后就几乎都是塞车。 公路局表示，目前的规划拍算对台88线快速道路德产终点向潮州东边延伸，搁往南进入来义、枋寮、枋山和西亚车城，路程大约65公里，按算设备交流道。公路局拍算上紧爱2032年才会当动工，但是居民认为伤慢，希望中央脚步爱赶紧。公路局讲会尽量缩短宽屏时间。屏南地区的民众乡亲很希望我们加速这块屏南高速公路施作。 我会针对说你生态调查什么要做到很仔细的那种，会跟顾问公司讨论，让我们在送环境部审查的时候，可以让委员认同，我们马上加速让它通过这样子。公路局讲，滨南快速道路完工了后，会当消透第一线和滨俄公路甲其他的车流量，改善几年来塞车的问题，让滨南地区的交通愈安全愈利便。记者柯炳哲，屏东报道。